咁雖然澳門前5次參賽都未能夠獲得任何獎牌，但各項目嘅競爭力逐屆提高。咁去到2021年第14屆喺陝西舉行嘅全運會，第6次參賽嘅澳門派出154人嘅代表團，競逐17個項目。咁空手道運動員郭建恒為澳門寫下新一頁，喺男子個人型項目奪得銅牌，係澳門體育代表團參加全運會以嚟嘅首面獎牌嚟㗎。自己一直以嚟嘅練習或者呢咁多年嚟嘅練習冇白費到咯，即使有高潮有低潮都好，都 keep 住個信念去打咁樣咯。咁我覺得首先呢個係一個好標誌性嘅一個里程碑，或者係一個回憶喺我自己嘅運動生涯入邊啦。因為畢竟係澳門嘅第一塊全運會獎牌，咁所以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咯。